繼續新聞時間，行政長官曾蔭權出席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頒獎禮。早前要求曾蔭權放棄出席頒獎禮嘅教育評議會兩個成員離場抗議。對於教評會指佢涉及操守同埋利益衝突等問題，要求佢缺席頒獎禮，曾蔭權咁樣回應：我留意到最近社會上對我是否出席今日嘅頒獎禮作出一啲嘅討論，但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，今日嘅主角唔係我，而係獲獎嘅54位嘅老師。當曾蔭權上台頒獎嘅時候，教評會副主席何漢權同埋執委曹啟樂離場抗議。佢呢3、5、7年咧，同教育界去講嗰個教育咧，我可以講話咧係零次嘅。而呢個離席咧，最大嘅表達咧就話教師嘅心聲同埋家長嘅心聲，同埋甚至乎學生嘅心聲。咁呢個就係我哋係離場嘅最主要原因啦。卓越教學獎督導委員會主席就認為曾蔭權出席係恰當嘅。曾蔭權喺典禮完結之前提早離場，未有回答提問。今屆嘅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總共收到139份提名，經過評審之後，總共有25位老師獲頒卓越教學獎，另外有29位教師獲頒嘉許狀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